今日咱经课表的经文到罗马书第8章吼，第8章。经课表下来较短吼，啊，毋过我为第10节开始来算吼。罗马书第8章第10节到第17节吼。啊，这段经文其实咱无论是和本的圣经，也是咱台语的圣经的翻译吼，会当拢会互咱误会吼，误会。所以我为第10节开始，我用我的话吼，我用我的话来解说吼，看能不能比较容易理解伊咧讲啥。因为一开始像第10节，咱台语汉字本是写讲基督，若伫恁，若踮伫恁，就恁的身躯因为罪死，神因为义我吼，这个实在是看不太懂哦。伊讲好像是说，基督如果在你们心里吼，若是讲基督若是等于恁的心内的话，安尼恁。就恁的身躯的因为罪死，啊神的因为义我吼，这样会误会啦。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伊的意思是讲吼，基督若伫恁的心，前面有个虽然吼，他没有翻出来吼。基督若伫恁的心，虽然吼，恁的身体会因为罪死，然后有个但是的意思吼，毋过恁。因为义，恁的心神会活，安尼跟我们靠清有没有比较清楚？不是因为基督伫恁的心内面，啊，你的身体因为罪死啦。啊，我这样讲我们听懂？就是汉字本跟和合本都把它翻成说，像和合本是这样写的。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身体因为罪死的原因是什么？基督在我们心里，不是，伊意思不是安尼，伊意思是讲吼，基督如果在你们的心里面，你们的心灵会因为义而活，安尼有了解不？啊，虽然吼。你的身躯已经因为罪死去啊！他这样的写法，不管是汉字本还是和合本，都会误会吼。所以重点是在讲，因为基督伫咱的心内，好，所以虽然咱的身体已经死去啊，啊，毋过咱的心神会活起来。这样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哎呀，我有讲清楚无啦？有吼。啊，不过安内理解永远是唔对的，仍然是比较不好的翻译啦哈。大部分的翻译会翻译成下面这个样子，大部分的翻译会翻译成这样子。我讲如果是英文的翻译，会翻译成基督在你的心内哈，这是 NIV 哈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因为罪，虽然你的身体。会死吼，受制于被死控制。可是因为义，圣神会赏赐性命。上面不是安尼写，哈，咱下段伊是讲，因为罪你身体会死一样，这里是一样，下一句不一样。伊讲因为义，心神会活，心灵会活，你的灵会活啦。啊，毋过。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你的灵会活，他会说什么？圣灵会赏赐性命。啊，问题出在哪里哦？就是希腊文、希腊文那个灵 ，pneuma， 好，那个灵叫做 pneuma。希腊文那个 pneuma 如果头前有定冠词，就一定会翻译成圣灵。啊，哪没有写定冠词，就有2种可能。有当时是咧讲圣灵，啊，有当时是咧讲啥？你心内迄个神，好，就是希腊哲学会把一个人分成你的肉体跟你的什么灵魂，哈，啊，这是希腊哲学二元论，因为讲灵魂是不灭的，啊，肉体是什么？会败坏的，好，所以希腊哲学会高举灵魂。
啊，那身体就看甲做无诶，吼。啊，基督教的看法甲希腊哲学无啥共款吼。基督教的看法没有把那个肉体跟灵魂分开来看，吼。那照因希伯来人伫旧约的了解，上帝咧创造人的时阵，是用土做一个啊，甲神啊啦分入面吼。所以那个一个生命，伊无甲拆两边看。虽然的确是有肉体跟魂，伊无甲没有拆开。怎么看？因为伊讲人死的时阵，伊肉体会归于啥？尘土。啊，灵魂呢？伊收回去，伊收回去哈。所以不会有一个状况的是说，你的肉体死了，然后你的灵魂干嘛？阿飘。啊，还可以配合，不是？就是讲，必须是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是做伙的时阵，它是一个整体，哈，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在看这哈。所以当咱的圣经按那翻译的时候，会误解，会让你认为说这个是什么？像希腊哲学的看法，就是讲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是安怎对立的二元的。所以他选择把那个 pneuma 翻成我们生命里面的灵魂，好，这个选择我认为较无好，较好的翻译是，我认为是讲，以及嘛把身体跟圣灵做一个对比哈，死跟圣灵做一个对比，好，不是肉体跟灵魂做一个对比。就是讲，虽然咱会死吼，因为罪的原因，咱会死。啊，毋过圣神会赏赐咱性命，因为义的，吼，因为咱甲上帝的关系，圣神会赏赐性命吼。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圣灵会赐生命哈。好，所以到底要翻成灵或是圣灵，看得出来哈。所以他第11节哈。也当个动作是该睡第10节的一句话，他写的很复杂，哦，啊，不过上简单来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讲第11节就是讲，迄个圣神若是踮伫恁的心内，迄个叫互耶稣对世中个活的迄个神，哦，就是那个圣灵，会怎么样？会赏赐性命，互恁。死去的身体，哦，整个第11节，咱若看咱的圣经的翻译，会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太复杂，它一来有很多的关系子句，哦啊，这个解释那个解释，把它拆成上简单的看，就是讲，当初互耶稣基督对死人中个活迄位神，即嘛是伫咱的心内，买赏赐性命安那，互咱这人，就是这很简单的道理。这个保罗真是的哈，啊，讲啊这复杂哈，好，那很简单来看，各位兄弟，介重要一件代志，伊要讲的是，伫咱性命内面的圣神是最大的一位，因为伊互耶稣基督对死人中个活，哈，这是很重要的，他要讲的保罗要讲的概念，伊要讲这个概念是有什么目的哈？保罗是那边强调讲，基督徒。伫恁心内迄个圣神，哦，是最重要、最大的。哦，保罗要强调什么？他要强调这个概念了哈。第12节下去，因为讲这个概念，伊讲，所以兄弟啊，咱毋是欠肉体的罪，地告叫肉体来活。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哈，然后去顺从肉体的活。各位兄弟。复习一下，其实我讲这几盖，肉体是什么意思啊？我之前讲，伫保罗的心壳内面，那写了肉体是什么意思？蔡长老记得哈，是指什么？保罗的用语这几个都很像，一共肉体、世界、情欲。他讲的很像哈，啊，不要把它想成是坏的东西，莫个想是歹的物件。保罗的意思刚才是要讲，
这个世界一切的价值观甲标准。保罗不是说他不好，保罗要讲的是，伊甲上帝国无共款，伊甲上帝国的价值无共款，伊甲上帝国的标准无共款，是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咱基督徒有时候在读迄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就讲肉体就把它想成这歹的代志。就把它想成那个淫乱啊、性行为泛滥，拢想迄边去，还是甲当作是自私自利，没有无？保罗毋是咧讲这，保罗毋是咧讲这，保罗是咧讲无属伫上帝国的价值，甲上帝国的价值观无共款，是属伫这个世界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再一次强调，那是希腊哲学，伊就会盖清楚的分开。属物质、属肉体的都是什么？败坏的。只有属灵的，不是圣灵哦，只有属灵魂的才是什么？高贵的哈。所以他说，咱有当时啊，俩这讲基督教是在强调灵魂不死，捌听过无？灵魂不死，不，迄不是基督教的物件，那个是希腊哲学。灵魂不会灭的，灵魂不灭的，那是希腊哲学。基督教咧讲的是身体复活，咱的身体会搁活，迄个身体是包括肉体、包括灵魂合作会迄个概念。我们都会死，可是我们会复活，那个概念跟希腊哲学无啥共款。可是因为保罗的用语，常常又会拉回去那个概念，就是讲。保罗才咧讲，咱无欠这个世界，咱袂使顺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话。我强调咯，这毋是歹的代志哦。咱可能会成做一个社会内面最重要的人物，咱有最好的财物、最好的学位、最好的工课，很可能这个就是保罗讲的迄个世界，那个肉体。毋过。也有很可能，另外一个人具备他都我讲的一模一样，嘛是最好的学位、最高的地位最高的财物，他却是属于什么？上帝国的。保罗咧讲的不是咱做什么代志，咱过什么款的生活，这不是保罗咧在 argue 的。保罗咧讲的是咱什么款的心态，什么款的生命本质。在过迄款的生活，所以保罗一直要强调的是，唔通顺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话，因为咱等一下要讲，因为咱是属于上帝国的，我们没有欠这个世界，不要去顺从这个世界。我再强调一次，跟咱做什么代志无关系，跟咱是什么会有关系。跟我们做什么事情没有关系，跟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有关系。咱看嘞，继续看就会知道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伊讲，你若顺从这个肉体，你一定死。然后他的讲法，下一句是说，你如果致死身体的恶行的，一定活。你看，这个又是翻译有一点会带我们误会的地方。其实下面这句话的意思，下面这句的意思是，干那是咧讲，你若互你的身体的行为死，你就会当活。不，没有强调你的身体的是恶行，听懂了意思吗？就是讲，你若本来是照世界的价值咧活的这款的情形，你若互这款的情形死去，你顶得会活。不是说你在世界上是小偷是坏人是政客 whatever 然后你停止这么做，你就会活，不是。是讲你若互照世界的价值活的迄款的性命死去，你就顶得会活。我再强调一次，各位下这一个牧师徛伫
讲台顶传讲上帝的话，是毋是属于上帝国的价值？是不是啦？一点对不？是不是？我用眼角余光就看到圣歌队有人在摇头。不是，我讲过，唔是咱做啥迄个重点，唔是咱做什么代志。有没有可能一个牧师伊伫讲台顶面讲上帝的话，啊，毋过伊是属于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动机可能是想让自己的名声呐更好。甚至于，伊讲这篇道，就是干那要趁钱尔。他讲得非常好，啊，毋过伊的动机，伊咧做这件代志的原因，会让他才是判断上帝咧判断，伊是属于上帝讲，还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人常常会被表象的物件迷惑。按过加保罗要讲的就是，唔是咧看咱做什么代志，是咧看咱做什么代志背后，迄个性命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是这段经文到现在这里一直要强调的概念。唔通没有抓到重点，一定要抓到保罗要讲什么。好多伊讲唔通顺从这个肉体，接下来他要讲的就是这个。基督徒，你爱知影，你是去互上帝的神所引出来，所以你拢是上帝的囝儿。没办法哦，第一世纪就是父权的时代，以色列人的文化，刚他查甫是人查某唔是人，所以他只能翻成儿子所以那个 NRSV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这是英文的圣经里面古早最好的，不是最好，最受接受的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一本一直修订，这边叫 NRSV。它有一个特色，它有一个特色的是，伫这款的经文上帝的儿子，他就把它翻成上帝的儿女、孩子，好，他就不会说这个是你们是sons of God 他们会翻成 children 他们会翻成孩子就是把它翻成中性的，所以这里要做一个比较我就把它改成儿女。这是要保罗的做一个比较，伊讲咱是领受作为儿女的灵我们不是奴仆这很奇怪保罗忽然间咧讲头前这就加进来一句，伊咧开始咧讨论讲，基督徒恁是囝儿，你们是儿女，你们不是奴仆。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比较是什么意思就是讲，你真做儿女，你也去做一寡代志，上面交代的事情，对不？不过你若真做奴仆，嘛是会做，听懂吗？会做一样的事情，可是一不一样？你真做囝儿的身份去做老爸所交代的代志，可能看起来甲真做奴仆的人去实践主人交代的代志，看起来这些代志拢安那一样。可是儿子做跟奴仆做安那，他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保罗要强调这件代志，讲恁唔是奴仆，各位兄弟。咱伫世上活咧，咱毋是用奴仆的心伫活，遵守上帝的诫命，照圣经的命令来行，仿佛是一个奴仆。他说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儿女，我们是儿女。我们的顺服，咱的顺探天父之心意，咱的照圣经的教示来行。我们是儿女，出于囝儿的心，儿女的心，我们在做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同款，跟奴仆在做的代志同款，不过其实是无同款，那个本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被压迫去行善，去行好事，去有好的行做，不是。咱是出于咱真做囝儿的心，知这是爸的心意，
咱是欢喜去做这的代志，完全不一样。虽然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可能是一模一样，啊，不过对上帝来看，这是无同款的情形。所以他一直强调，所以我们是跟基督当作后嗣一样，跟基督是一样，当作上帝的后裔。可是有一个地方是咱的汉字本、咱的和合本看不出来的所在，它的希腊原文强调，我们虽然是子女，可是是什么？是 adoption， 是养子养女。你说，哎，啊，养子养女哦，那养子养女有没有差一节？还有没有差一节？哦，养子养女是不是权利什么义务分遗产就不一样了？会不会？台湾法律不一样啊？一样吗？没有错，罗马帝国的时候也一模一样哈。好，罗马帝国的养子养女，他的也地位跟亲生的一模一样哈。这是保罗要讲的代志。保罗的神学里面很清楚的讲，咱是养子养女的身份。我们跟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跟他不一样在这里，我们个同款的权利、同款的身份是作为儿女哈。这个在和本跟咱的汉字本没有呈现出来，不要紧哈。所以上尾咱今日的经文停在这里，停在一个地方，因为咱跟基督同作后嗣哈。会当接受上帝的 inheritance 遗产，不过虽然咱是养子养女，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同作后嗣的话，保罗就带去一个结论，就是咱得爱介意这会受苦，然后要介意这会受严光。一同受苦，我大概从8年前来到古亭教会就一直讲。咱基督徒要受苦，讲到有兄弟姊妹来问讲，牧师啊，做基督徒遐可能，啥还去做落去哦？干嘛还要当基督徒？要受苦，都一定要受苦。基督徒受苦，不是要用受苦来得到生命层次的提升，不是要用受苦要互咱的性命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不是，是他的本质，是讲基督徒，咱是上帝的囝儿儿女，咱是上帝国的百姓，咱若要伫这个世界，活伫这个世界，咱若要活伫这个世界，咱一定会受苦。为什么？你就想象，各位兄弟，你即马若移民到，快讲一国，讲一个国家好不好？移民到哪里？随便讲一个啊，德国，要求滚哈。好，咱即马若移民到德国，好，你即马伫德国，你坚持要过在台湾的生活，每一天早上你要吃什么？什么？烧饼、油条，给我上。牛肉汤，你一大早吃牛肉汤？台南对你对你每一天在德国坚持要喝那种牛肉汤那个是生牛肉浇汤汁下去的，会怎么样？你的日子会怎么样？会饿死你一定得受苦然后这怎么会举例是举吃的啦我的意思是讲，当咱移民去德国，你的生活、你的思维、你的行做，拢要依持你台湾的价值跟标准的时阵，你的一定会受苦。我这样讲，可不可以想象得出来？可以想象得出来不过这个例子举得不好，因为那个德国是一个比较organize 安尼讲虽然歹势啦，较好的一个状况你要维持一个比较差的状况，你会受苦
可是这里要讲的是，你是上帝国的百姓，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品质的生活。结果你活在这个世界，你还要坚持的时候，你也是会受苦。听懂那个意思吗？我要讲的是这个道理，就是讲你的受苦，不是因为你做啥物歹代志来受苦，是因为你要维持一个上帝国的价值观。啊，不过这个世界是无同款的。当你要维持的时阵，你一定会受苦。不是像现在台湾的基督徒因为欺负人家然后所以自己受苦，不一样的情况因为你做错事情，然后被骂因为你坚持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则，你认为很重要让人家受苦以后，人家反击，然后你就觉得我为义受逼迫，无同款，不是在讲这个是在讲你要成做一个上帝国的百姓的时阵，你甘愿家己受苦，不是让别人受苦。想象耶稣嘛，耶稣在世间，然后宣传福音的时候，宣扬上帝国的时阵，耶稣有上受苦。当耶稣在坚持伊的信用的时阵，伊有啥物人受苦？他让最明显的让法利赛人受苦嘛，对不对？耶稣是不是法利赛人受苦？因为伊拢一直骂法利赛人嘛，所以耶稣是咧骂法利赛人，叫法利赛人唔通互别人受苦，所以耶稣才受了这款的苦，是不是？是不是啦？耶稣不是来到世界，然后去压迫法利赛人呢，是那个时候无好的法利赛人，在做一寡代志，互伊四周围遐的人受苦，所以耶稣在阻止法利赛人，互这款人来受苦，顶着递告伊家己受苦。我安尼讲了一大串，我唔知有讲清楚无？台湾基督徒敢是因为义气，敢是因为在保护受苦的人，递告家己受苦？各位兄弟，这是咱家己爱思考的。台湾的基督徒是不是因为甲受苦的人徛做伙，所以伊受苦？是不是因为要保护受压迫的人，所以伊受苦？是不是要坚持对的代志，所以伊受苦？不是，台湾基督徒即摆情形是咧欺负别人，去互反击了后，在受苦的。这完全不符合保罗在讲的概念。伊讲，咱若甲耶稣基督做伙受苦，咱要甲耶稣基督同受荣耀，做伙荣耀，得到荣光。这款的心态的基督徒，伊知影，伊活伫这个世上的时阵，重要的方向甲目标，唔是在争取家己的权利。不是在世界上争取自己的权利，不是在保护伊家己的既得利益，拢不是。伊是要甲受苦的人徛做伙，伊是要帮助受压迫的人，伊是要对抗遐压迫别人遮的人。当基督徒安尼去行做的时阵，伊家己受苦。这款的受苦是耶稣基督伫这个世上所受的苦。所以保罗伫遮就鼓励迄阵2000当进前的遮基督徒，保罗就鼓励讲：恁唔免惊，恁爱有望，因为恁是甲耶稣基督做伙受苦的。耶稣基督已经得到荣光啊！恁遮个甲耶稣基督做伙受苦的人，的确嘛会得到荣光。虽然伫这个世上看起来，恁即摆是受苦的，毋过因为恁是甲耶稣基督做伙受苦，所以一定要甲伊一同得到荣耀。看下这明明写清楚2000当进前，伫保罗的批内面。毋过咱若看规个教会的历史，咱就知影，咱基督徒拢无听入去，拢无甲这款的教训藏伫咱的心内。2000当教会历史拢一直在重演，
就是当基督徒这在意一寡咱家己信仰也是宗教的一寡特质，也是一寡观念的时阵，咱递到别人受苦，我们让旁边的人受苦。等教会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那教会这坚持安尼的时阵，上受苦，科学家的受苦。等教会认为讲圣经反对行巫术，所以上受苦。